我哋嚟重溫一下鋁窗生產施工程序嘅重點。必須集齊有關批准施工圖則及樣板，呈交俾則師審批。一隻裝嵌完成、質素優良嘅鋁窗，應該具備以下嘅特點：所有夾角必須對角、平滑、冇起級同埋唔刮手；所有接膠必須要飽滿，而榫位接膠除咗飽滿之外，仲要唔透光。防水膠條必須要冇反起、冇爆口及冇離罅。鎖位要令窗褥鎖緊，唔可以有虛位出現。所有鋁窗配件必須要安裝妥當，冇任何遺漏。整隻鋁窗必須清潔乾淨，冇任何污漬。所有鋁窗必須要用合適嘅膠紙做足保護，而包膠紙之前，所有窗框、窗褥、中橫料坑及底橫料坑必須放上木條加強保護。鋁窗接觸石屎嘅位置必須油上耐熱嘅瀝青油以作保護。